見聞6歲嚟到香港，父親初初嚟到香港嘅時候喺海味店度打工，而母親就喺食環署度做清潔。父親經常飲醉酒，之後返到屋企虐打佢哋兩母子。後嚟佢父親因為一次飲醉酒意外身亡，家庭失去咗經濟嘅支柱，見聞對前路更加係迷茫。其實你最需要係呢方面嘅支持，經濟援助咯，即係我覺得政府應該可以俾多啲支援俾我哋咯。即係可能爸爸嘅唔喺度啦，同埋媽媽要獨力照顧我，所以都比較困難啲。去揾啲 part time 做下，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下家計。金錢能夠舒緩佢哋嘅經濟壓力，但係有金錢就能解決所有嘅問題咩？佢哋到底需要啲乜嘢？同路人、生命嘅價值定係方向呢？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楊貴福牧師以心於基層嘅服務多年，讓佢帶我哋睇下基層嘅生活同埋佢哋嘅需要啊！有啲居民咧，就係想去拆啦，因為拆咗可以上樓喎，上到公屋啦，因為其實頭先你話社區最需要幫助咧，其實就係有啲嘅申請咧，去協助佢哋。咁頭先我哋去探訪裏邊咧，發覺如果有細路仔嘅時候咧，個小朋友咧嗰個嘅成績嗰個學業所以咧佢哋應該係需要幫助咧係咩咧？就係佢哋嘅補習咯。咁同埋喺個社區裏邊，佢哋真係另外最需要咧就係解決佢哋嘅住屋嘅問題。有邊個願意做佢哋嘅鄰舍？李婆婆喺國內結婚懷孕，本來係一件值得開心嘅事情，但係 BB 一出世嘅時候，俾外家搶走咗，唔俾佢哋相見。後來仲因為咁樣離婚，仔仔長大之後冇俾個分毫婆婆，李婆婆都係靠政府嘅援助掹掹緊咁樣生活。個老婆咁講啊，隔第日到我70歲嗰時，佢話嚟到去北區醫院做，俾翻2000蚊港幣，冇愛嗰啲爛鬼福利喎咁啊！我話你愛喺度都算好啦。夠唔夠使咧？其實夠唔夠？咁你自己要慳咯，睇錢嚟咯。你咩嘢咩係咪？即係平時又慳到些少咯。即係我唔死嗰天，我都要錢用噶嘛。咁死唔得點辦啊？係咪咁啊？嗰啲10蚊只係用8蚊咋，係咪啊？死唔得嗰時點啊？盡咗我能力，所以我照顧咗3個人。我老豆老母啦，我老公啦。我話而家輪到我啦，我話。基層嘅長者勞碌一生，到咗年老，最希望得到嘅又係啲咩呢？徐女士喺2013年喺廣東佛山同老公落到嚟香港，好不幸1年之後佢哋離婚。徐女士獨力撫養2個仔女，因為離婚嘅關係，之前用咗奶奶嘅名申請關愛基金，依家更加被機構追討退還款項。徐女士嘅綜援係每月11000蚊，減去租金加水電煤6000蚊，減去女兒嘅學費1700蚊，每月剩餘3300蚊。對於一家3口嚟講，的確係相當之困難。即係好多嘢即係唔敢去買咯。盡量就可能好少搭車，盡量都步行。係啊，即係如果係好遠嗰啲就都唔得。原來家庭嘅突變會令家庭唔能夠受惠。